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豆豆子，今日3集。哇哦，起手叫糊拖牌啊，靚到差啲天糊。OK， 食糊啊，快。想好似同豆豆子咁好手氣，點擊左下角小鏈接一齊嚟玩幾鋪啦！呢鋪3萬鬼。唔入張我都。快啲打啲畀我碰下。終於入到第一張啦，摸到6萬啦。碰到一索。咁好碰嘅對家，放降先，扯到隻牌畀我放降，碰埋7索叫糊先啦。碰咗隻鬼畀下家，益晒下家，又降我又摸鬼。上碰下自摸啊，正張先啊，開馬啦。OK， 第3盤4索係鬼，份牌幾好啊，有一砍5萬。又入一個隊，睇佢究竟可以碰得出啊，定係要求7小隊。摸到隻鬼依家，碰9筒，依家碰過入個叫糊。直接叫糊你依家拖牌拖7索。個個都摸到索子，我都可以摸到㗎，定係要等降爆呢？細咗啲。碰北風吊鬼。順利開馬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